搭水果也伊讲一句，伊讲一句，甲伊讲安尼生个讲咱就先讲过去，咱三四个讲，阮三脚行到即桌来，一寡喙钱要甲恁开，我甲恁这查某也无熟识，恁又做啥名我毋知。伊查某就讲，伊做大赔款啦，话啊乱啊，三八段啊，逐个嘛叫我落加权啦。我即边我甲讲过个，大赔款啊，伤大赔，话啊乱面皮伤水，三八段啊，都伤破嘴，我看你这落骹第一水，人客也是你搞好咯哦，安尼今日恁来是新人客，你毋看爱多一个。主你毋知行歹势，人阮的大腿嘛真白，我脚甲个人者，要咱大腿互人看啦。也坏，阮都有4、5个，也有诶渐渐毋敢讲有一个讲，当你嘛得不识鬼，叫人看你下骹腿，遐尼爱钱后，你也袂去甲人选入位，开钱趁钱嘛是袂输得趁水，人客啊。你爱讲笑，讲这都有影的个，安尼敢若在搭水果啦。嘛趣味吼。有一个个，阮这边搁再讲过个，要开嘛免遮尼赶，人阮爱买点份盘，今日剩饭要切满碗，会用做下拄则也袂寒。大家拢安尼创四副咧，搭来搭去，伊无讲，我拄一个查某囡仔，伊下女也是遮着学的，弄一个出来。人客啊，你若无要点别项，分盘阮才来去放，红包互你加少送。我嘛知影你是好野人，阮这边讲，阮今仔日初才来到，见面你就要讨红包。因阮毋想要甲恁斗，安尼阮哪下头啦阮甲讲过去。实在我几啊毋少个。人客啊，我是在甲恁讲笑，人这红包是分领着。你若送价我袂嫌你少，心肝子你免爱去哦。阮这边都3、4个，一个一副讲，实在我几啊，你有啥物毋去做？踮咧甲阮念水货，你若搁再踮咧加讲话，红包你就无当退，无爱红包的，好啦，准命来啊，我就遮热个，我就热个，阮3、4个才我出坐咧，我食烧酒啦，讲到遮个啦，讲好。